大家好，台湾大台语牌仔教室要来开始哦。咱斗阵欢喜来学台语罗马字。今仔日咱要学的罗马字是 B。华语内底无即个音，若是听到即个音，就会知影是台语哦。好，咱来听看 B 的台语牌仔。马仔望着米苔目，马仔望着米苔目。马仔的仔是讲话时阵的口语，望是面望的动词，嘛会使讲面望着。米苔目是用米粉做的面，本来是客家的传统料理，一般会放葱仔、肉丝、香菇等等做成煮咸的。嘛会使淋汤水食甜的，用米的词也有足多，譬如讲肉肉粽的肉、目睭目睭目屎目屎木瓜牛奶木瓜牛奶，就是台湾的名产，大家一定捌啉过吼。好，最后咱阁读一摆米的台语牌仔。马仔望着米苔目，马仔望着米苔目。安尼，恁就已经学会晓米啊，真牛！感谢大家收看，再会。